台南的海岸线长达69.3公里，起点为八掌溪口，终点为二林溪口，为北到南分别为北门区、将军区、七股区、安南区、安平区以及南区，区域牵涉到真侪管辖机关。为了让后代子孙有一片美丽清水环境，市府邀集经济部水利署、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台湾港务公司、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交通部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机关以及府内各机关，定期召开跨机关海岸管理平台会议，管控海岸防护以及环境维护情形。透过分工办理海岸净滩、人工养滩、海地整建、沙洲复育、四湖清淤、植树造林等，达到改善海岸清晰以及海岸环境效果。这个海岸的防护工作呢，包含的一个海堤的一个整建，沙洲的复育，还有我们的西湖的清淤等工作。那目前呢，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北门海埔地的一个海堤，还有我们的七股西湖的沙洲，还有我们的一个黄金海岸的部分啊，这个部分经过一些海岸整治之后呢，都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成效了哈。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经济部水利署在针对北门的一个双春海岸1.86公里的部分呢，在进行海岸的一些防护作业。那目前该工程呢，已经也发包作业，总经费大概是约5000万，预计在12月底呢可以完成。那整个海岸的一些富裕的部分呢，大概中间会有大概7万立方公尺的一个沙源的一个补充。那这个最后的这个里程碑完成之后，我想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海岸防护的部分大概我想我们应该会达到一个相当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台南海岸线侵蚀较严重的地区包含乡村海岸、七股四湖沙洲海岸以及黄金海岸。市长黄伟哲伫创立以后，伫7个沙洲海岸的部分，由市府甲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合作，投入经费大约1.5亿，办理沙洲复育工作。黄伟哲伫108年也特别动用第2有备金2300万，办理7个四湖的疏浚，有效减缓四湖绿化情形。另外，经济部水利署伫2010年也投入4900万的经费，办理南区黄金海岸人工养滩工程，沙滩目前已经恢复大约50公尺左右。目前倾蚀较严重区域只剩乡村海岸，市府也已经向中央争取，经济部水利署也已经筹编4980万，办理台南乡村海岸养滩工程，并伫咧111年6月2号开工。预计伫年底会当完成养滩1860公尺，会当有效改善乡村海岸退缩情形。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